足總杯方面咧，4強全部產生㗎，咁其中和富大埔2-1淘汰咗傑志，四海咧就狂數謝菲聯5球，由易家峰講下。謝菲聯陣中大部分球員都為四川全運隊上陣，所以作客四海呢場波就只有12名球員調動，而門將亦都繼續由替工頂上。呢班全運隊球員唔在陣嘅影響就完全反映晒呢場波入邊。後防鬆散到俾林學熙喺禁區入邊亂個帽，最後仲博得12碼。12碼由保羅操刀射失再補中，四海喺上半場亦都憑呢球波領先。換邊之後嘅戰況就更加一面倒啦。上半場錯失咗好多機會嘅文家發威，趁對手後防失誤射破替工門將劉漢晴嘅十指關。之後呢名前鋒再下一城，而保羅喺75分鐘睇到定嘅趟射將比數拉開到4-0。5分鐘之後，文家為四海埋齋，亦都完成咗個人嘅帽子戲法。另一場8強戰，傑志雖然由高柏拿先開紀錄，但係和富大埔憑蘇萊強同埋葉佳入波，以2-1淘汰對手，將會星期日同四海爭入決賽。世界體育中心記者易家峰報道。